好，接下来呢，柯老师要带来的料理是鸡丝拉皮啊。第二道菜。对，但是我看到老师今天的这个鸡丝，跟我以前看到的好像不太一样。对，老师，你今天的鸡丝是怎么样处理的？我是用那个鸡胸肉，可是我有拿去冷冻它。你的意思是说，鸡胸肉买回来的时候，先丢到冷冻库去，生的时候，把它打平，丢到冷冻库去，再切成片，再切成丝。可是看不出来，我觉得感觉有一点像那个啊，像绞肉啦。哦，绞肉看不出，因为它这样子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我用一点那个太白粉跟那个蛋下去姜一下。所以老师，你可不可以再重复讲一遍啊？就是我们这个鸡胸肉买回来之后要拍吗？拍就把它用平，拿去冷冻。要拍得很平的。拍得很平，拿去冷冻。你要切的时候，看你的刀工，你要斜切还是直切都可以。重点是要把它切成丝就好了。切成丝的时候，再丢一颗，比如说像这个量，就丢半颗鸡蛋。全蛋吗？还是蛋白就好？全蛋。太白粉，一些沙拉油下去搅拌它，包起来冰在冷冻，要拿出来煮的时候再拿出来退冰就好。哦，所以平常可以多做一些。这可以多做，它可以包起来放在冷冻。就是放在塑胶袋，然后铺平了，对。这个绿豆粉皮有白色跟绿色的。这一种白色的比较有弹性。OK。绿色比较软，吃起来就口感可能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做的是做这一种的。好。粉皮买回来之后要怎么处理？我们把它切成条就好了。要泡水这些吗？不用泡，都不用泡水。OK。我们把它煮到变透明的。像这个它烫起来就会变透明的。要泡水吗？这个要冲一下。冷水，像熬水冲一下，把它冲一下，冲冷一下就好。就是你不要用生水啦，要用冷开水或者熬水哈。用熬水。因为毕竟待会只是就凉拌就要上桌了哈。OK。再来就鸡丝。我们做这个料理真的很简单了。鸡丝我们就像这个水，我们就不要倒掉，我们就下去，慢慢的把它捞开，它就会开了。像这样子，我们火就把它关起来。是。它关起来，我们再倒在另外一个。哇，真的很特别呢。对，它出来就是会变成这样子。那这个就不能冲水了吧？这个。也要冲。也是冲熬水没关系。已经冲熬水冲凉它了，我们要放一些红油下去，我们不要全放放一点这样。可是你们这个绿豆粉买的时候通常都会是买新鲜还是干燥的？新鲜的，我不会去买那种干燥的。是哈。因为你干燥的你要泡水。老师，你的鸡丝拉皮真的很特别。先这样子再来我们就调酱汁。我们这个芝麻酱、酱油膏。哇，老师，我发现酱油膏很常被你用到酱油膏是有够好用。比较不会那么的咸。酱油膏比较不会那么死咸，而且它会有一点光泽，是吧？对。老师，那酱油膏跟硬油膏有什么不一样？硬油膏那个就比较甜了。比较甜哦。那个南部的比较会用到。是啊，因为我们在学做料理其实有些酱料的特性我们真的不是很清楚对不对？对。老师，我再请问你一件事这个就婆婆妈妈可能都会问的。我很不容易调了这些酱，但是又用不完啦。那这个酱料呢？冰起来。可以放几天？大约？大约，像我们我都几乎都差不多1个礼拜吧。1个礼拜几乎都会用完。你像这样子，它很浓稠嘛。这个的时候就是重点，你要加一点水。像那个矿泉水还是什么，绝对不能用生水啦。绝对不能用生，因为这要吃的。
辣油下去，哦，我们再调。开水哈，或放咸水。我们就调它，不要让它浓稠那么的浓稠。这个要一直搅拌哦，它才会均匀。对对对，因为芝麻酱哦，你看我调一调就不一样了。它芝麻酱也要买比较好的芝麻酱，它比较香。哦，在国外是，比如说像那个芝麻酱哈，还有那个花生酱啊，它都有在超市都有那个机器，对，很新鲜，花生进去你一按，然后就酱料跑出来。像我这样调，它那个芝麻的香味就出来。哦，那你再把它淋上去，我们淋中间就好了，因为以前的都淋鸡丝嘛。对啊，我也想说老师是不是到错地方了？太紧张，到错地方。我故意的，因为我要跟别人不一样啊，怎么可以跟别人一样呢？哎，它这个鸡丝我们再放在中间就好，它这个色泽全部都出来。哇，太特别了，真的太特别了。色泽全部都出来。好。颠覆大家对这个鸡丝拉皮哈，我们一般都是把这些所有东西和在一起嘛，对不对？对。然后再来盛盘这样子。对。然后这样子哦，你看起来也比较好看，也比较想吃啊。是。就是这样子啊。再来就是吃的时候，就是要自己要下去拌。是。就这样而已，因为我们只是做出那一种它的那一种感觉。气氛了哈。好，这是老师今天带来比较特别的鸡丝这个的做法啊。对，那大家可以试试看。